大家好，我係5B 班嘅鍾業康，今次我就係要講貴州遊學團嘅經歷，請睇片。第一日，我哋由西九龍高鐵站出發，經過5個鐘，我哋到咗第一個景點，就係青岩古鎮。青岩古鎮嘅古老建築同埋歷史文化，讓我深受感動。漫步喺石板路上，彷彿穿越咗返去古代。最後，我哋住喺酒店休息。第二日朝頭早，我哋去咗姊妹學校交流。同學們載歌載舞嘅歡迎我哋嘅到來，同埋介紹學校。之後做銀色冰箱貼，係咪好靚呢？我整得好靚嘅。最後我哋合唱《東方之珠》，同埋影咗大合照就離開學校。下晝就去黃果樹，黃果樹嘅壯觀瀑布令人驚嘆，水流好急，呢種大自然嘅力量讓我感受到生命嘅脆弱同埋美麗。第三日我哋嚟到平塘，之後去咗平塘天空之橋，我影嘅相好似喺雲霧入面。接着參觀橋樑科普館，深入了解中國橋樑工程嘅輝煌成就。最後讓同學們親手組裝橋樑嘅模型。學習立演技藝係一個特別嘅體驗，親手創作嘅過程讓我更理解呢項傳統藝術嘅精髓，睇到自己嘅作品完成，心中充滿成就感。下晝我哋到咗西江千戶苗寨，同埋當地苗族交流，聽佢哋嘅故事，讓我對多元文化有了解更深嘅認識。呢個長桌面體驗很特別。自己亦都體驗一下當苗族小子。喺貴州最後一次住嘅酒店，夜市好熱鬧㗎，商店都好熱鬧啊！好多啊！呢次貴州遊學團唔單止促進咗我嘅普通話能力，仲促進咗個文化知識，讓我對未來嘅學習充滿期待。希望下次可以參加其他嘅遊學團。多謝收看，拜拜。